马太福音第22章，耶稣佫用譬喻甲因讲：天国通譬如做一个国王，甲伊的囝办婚宴，伊找奴仆去叫所请的人客来赴婚宴，不过因毋来。国王佫找其他的奴仆，甲因讲：恁去甲遐个受邀请的人讲，我的宴舍已经准备好势。我的牛甲肥的牛仔囝嘛已经抬，一切拢准备好势啦，请恁来赴婚宴。毋过，遐个受邀请的人无看做要紧，做因去，一个去园林做工，一个去做生理，其他的掠伊的奴仆，甲因凌辱，煞甲因抬死。国王非常受气。就派兵去招灭遐个凶手，放火烧因的城。然后伊甲罗卜讲：婚宴准备好啦，毋过所邀请的拢无资格互咱请，所以恁去街路口拄着的人，拢甲因请来赴婚宴。遐个罗卜就出去过年，拄着的无论好人歹人，拢甲因请来。婚宴的所在，人客就坐到满满。国王入来，看遐个人客，看到伫遐有一个人无穿婚宴的礼服，伊就甲因问：朋友啊，你入来遮，哪无穿婚宴的礼服？迄个人拢无应。国王就对找用的讲：骹手甲绑起来，甲伊ฮ็出去外面黑暗的所在，伫遐以为天口。家家切齿，受呼召的真多，毋过受竞选的真少。法利赛派的人出去，做伙参详要安怎掠耶稣的话芳，通甲伊陷害。因找家己的门徒甲希律党的人去耶稣遐，对伊讲：老师，阮知你真诚实，照实将上帝道理教示人，无论甚物款人。你对待因拢无差别，纳税互罗马皇帝该撒有合律法无？请甲阮讲你的想法啥款？耶稣知影因的恶意，就对因讲：假好的人是安怎要甲我试探？摕一个垃圾的银币互我看。因就摕一个银币互伊。耶稣问因讲：这是甚物人的伤？甚物人的字号？因讲：该撒的。耶稣就甲因讲：安尼，凯撒的物互凯撒，上帝的物互上帝。因听了真着惊，就离开。上迄日，一寡主张无国外撒都该派的人来耶稣遐，问伊讲：老师，摩西讲，有人无生囝就死去，小弟就带兄嫂替兄哥传宗接代。以前阮遮捌有7个兄弟，上大个结婚无留后代就死去，放某互小弟。第2个、第3个到第7个嘛拢相款。因拢死了后，迄个妇人人嘛死去。安尼，搁活的时，这个妇人人是这7个人中间倒一个的某，因为因拢捌娶伊。耶稣应讲：恁毋对，恁毋捌圣经，嘛毋捌上帝的权能，因为搁活的时，因甲天顶的天使相款，无嫁无娶，关系死人搁活的事。恁敢无读到上帝对恁讲的话？我就是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群众一日听到，对伊的教示感觉真着惊。法利赛派的人听到耶稣和撒都该派的人无话通应，就组织做伙。其中有一个律法教师来问一个问题，要甲伊试探，讲：老师，摩西律法倒一条是上大的诫命？
耶稣应讲：你着专心、专情、专意，听主你的上帝，这是上大搁第一个诫命。第二条嘛相款，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，全部律法甲先知的教示，拢用这两条做根据。法利赛派的人聚集的时，耶稣问因：关系基督，伊是甚物人的后代？恁想安怎？因讲：伊是大卫的后代。耶稣对因讲：若是安尼，是安怎大卫受圣神感动的时，称基督做主讲，主甲我的主讲，你坐我的正边，到我互你的对敌屈服伫你骹下。既然大卫称呼基督做主，基督哪会是大卫的后代？无人会当回答半句。对迄日起，无人敢搁甲伊问什么问题。